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国本，欢迎收看《福气来咯》。讲到一个油条，配上一杯一个杏仁茶，哇，係最傳統嘅點心，也幾多年前好事也都有試過。啊，寒天嘅時節啊，來送一杯哦，當然爽快呢。啊，基本日啊，我哋嘅來賓亦都專門嚟買一個杏仁茶喲。除了安尼，佢還有幾多客家嘅點心，真好食咯。到底係乜嘅點心？裏邊有樣板嘅故事，我哋今日嚟有請頭家儂同我哋講一下吧。馬上嚟歡迎我哋小敏。主持人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小敏。哇，歡迎我哋講一條嘅那種小敏哈。小敏，你這個本身係哪家位嘅行業啊？我係屏東萬萬5九歲行業。講到一個萬萬吼，又有客家，你這個本身嘅工作又睇賣一個客家嘅點心，喺本身你這個都對一個有興趣將來賣嘛？還係講其實你之前還有做過其他嘅工作？哦，我之前冇睇賣東西，我睇醫院嚟上班，我睇做護士。哦，喺睇做護士哦，咁你做護士做得好好種，樣板會想到自己要來做一個創業呢？因為嗰下我太奶嘅，我叫我太奶是還喺醫院嚟上班，因為醫院嚟要輪班，真係冇辦法照顧成人嘅。哦。冇辦法時常陪我嘅成人嘅。啊，後來叫我天嘅奶嘅，因為我奶嘅早產，我想我都想講啊，全心幫下來照顧成人嘅安尼。啊，嗰冇時間吐成人嘅，嗰種人成人嘅係請爸爸媽媽，我阿公阿婆，阿公阿婆都開一邊咧。哦，嗰種佢韓式都睇客種成分咧吼。係。啊，點解佢韓會談嘅是講客話嘛？唔會，太奶嘅話啊，另外兩個唔會。哦，咁冇晒咧，真是人哋咧客家種地會成分在成人咧吼，真是嗰會講也嗰會談，即一個真實的有一個環境啦。啊，唔過講到真嚟，唔知個想講我來創業係因為講。回到盧卡之後，吐成年之後還有時間，這樣你想要來創業嘛？係安尼嘛？差唔多睇成年嘅1歲人嘅時間。啊，其實我想講，頭擺我哋睇讀書嘅時間，爸爸媽媽睇買杏仁茶。啊，後來都因為我哋睇嘅冇人數唔拉擺都冇買嘛。我想講，按好嘅東西，按天然嘅東西冇買，都改冇菜。我所以想講，同爸爸學起來，啊，我哋可以去假日擺市集。家家咪補貼一下這個盧卡嘅生活支出安尼啦吼。啊，請教一下小敏，這個韓式啊，你爸爸媽媽喺講讀書嘅時間都喺買一個杏仁茶嘛？有聽說過嗎？聽說買，因為我哋咧係用生豆，用杏仁咧頭嚟去研磨嘅。嗰時因為我哋有犁頭嘅，啊爸爸都講佢改粗，我哋冇辦法做。嗰時我哋都能聽說買安尼。聽說買啊，有店面係。像用以前的印象哦，有喺買杏仁茶喺推斷嘅腳踏茶出來賣嘅呢，人也係安尼嘛，還係有店面。冇，我哋送達咩？你爸爸同係送達咩出來賣安尼。哦，你這個對一個聽書嘅印象係有冇？沒有啊。因為嗰當然都講我哋都卡杏仁茶幾特別。如果我哋都講牛一些，因為我哋都上一條嘅我是把濕，嗰時我哋會落拍米。啊！但係為落拍米啊，因為用蘸油條一定愛講牛嘅先能蘸得起來。係啊，嗰時我哋都睇杏仁茶輪攞杯攞粉泡粉嘅冇共用，啊我哋要冇落嘅化學藥劑團嘅防腐劑安尼。真是講到一個我都清有感覺，因為韓式時節吼，其實我唔敢食一個杏仁茶，就係咯，因為我講嘅一個味道，一批紅咧，哦，佢很刺激呢。幾好人真好啦，弄半年啊，以為吼一批到迄個幾刺激，嗰時候以前都唔咩幾喜歡安尼嘅味道，但係有一擺最像人講嘅，可能食到人家手工做嘅個甜鹽咧，人都感覺講有個味道幾好呢，但係食到一擺之後，嗰時候食到真是好食的，有個像人講嘅，能做嘅去加一些米嘛，嗰個牛一些冇咧，嗰度食得好鹹鹹彤彤嘅。但係搶有米湯，嘅口感都冇共用，冇想到人喺地會加一個米，喺樣板想到呢，爸爸安厲害。因為都有試過，其實爸爸梗有試過幾多方法，或係用傳統嘅糯米，那麼有安尼滑順嘅口感啊。啊，嗰時候講，爸爸賣到某個時間，一直都有在賣嘛，還有後尾就休息嘅時候來。因為爸爸還在上班，伊都那邊咧講，伊下班嘅時間，都我哋喺聽書賣安尼。啊，後來我哋睇出去嘅，嗰時候爸爸都冇做嘅，你冇人數推聽數買。哦，啊，爸爸談到安尼講，同佢講，我想喺度學習聽賣，叫某個反應，佢聽嘛，又係講。一開始唔會教，
伊如讲爱什么嘢，伊理体会理唔起来。系啊，嗰时你推广阿冇教我先生，讲伊遐传统嘅东西，其实唔只教冇教下去，还会愈失传嘅。系啊，嗰时我先生去学，我爸爸又教。讲到一边欣赏，唐东我做一个想法的时间，一开始都想讲，可以支持嘛，还能有讨论过一段时间。其实伊还好呢，伊冇特别讲，哎呀唔係，你讲反正有安尼传承的东西可以学噶。伊都讲，安尼咩唔会差安尼。结果冇想到里头按辛苦的工作里面，有种讲抱怨，唔係讲抱怨啊，讲默讲，应该能做一个冇想到还会里头啊，会主动弄个按麻烦按困喏。其实爱理解人会滴，人哋讲佢真是改错。系啊，其实伊是伊美国考试很严查，伊是同爸爸学嘅之后，咱第一讲原来讲，安尼辣的米是记录唔系天然的，可能系化学嘅，个刺激嘅，像条条前线来讲嘅嘛。冇想到这个希望是一个黑人茶都可以自家来做黑人茶，按你欣赏其实也当忙支持然后当可以按嚟好，好嘅差唔多19年，这样正式开始来创业来去卖啊。伊学黑人茶差唔多系学嘅，我哋安尼前喺度做，因为头摆饭票做什么多係千多。你講佢煮嘅太牛啦，冇擼太鹹啦，因為我哋話看見米，因為米擺米冇營養啊，嗰時煮起來感覺冇營養。其實我哋嘅學嘅就多係千多。係啊，因為冇牛同我哋愛嘅比例，因為像我先生可能伊唔係是按牛嘅，伊係安尼個酸伊是感覺個淡，個酸伊是得安尼。嗰時我哋嘅佢煮，伊安尼煮到好差唔多要超過半年咯。都把半年最少半年的時間，這樣品質個問題可以拿出來賣，這個感覺幾好嘅。係。能今仔煮出來都過兩個也算係爸爸嘅口味傳下來嘅嘛。我哋要過兩個，因為頭擺爸爸哋都感覺講有甜，然後有香，你真是愛甜，然後好食。因為今仔都市嘅人都，因為我哋都喺個都市嘛，都市嘅人都感覺講，今仔唔會是按甜，嗰時我哋要調整到微糖，接近無糖啦。我哋要冰糖是因為體味本身會澀，嗰時一定要冰1cc糖，同1cc 你話冰米，安尼是原來會酸，那唔會原來再那唔會澀。嗰時候講根本也有帶來現狀，怎麼？我哋來送一下看下先，到底能做出來嘅，從以前呢有冇嘅差別，好嘛？講好來。要失敗，靠近批張批嘅出來，冇像其他人講嘅泡芙呢，一落下去，個米頭都衝上來嘅。其實杏仁茶一般都會用南杏，你睇老闆安尼粉啊，老闆裝市場嘅賣粉，跟種南杏係甜杏，伊個都一般做杏仁茶，咁個南杏冇嘛嘅米絲，我哋要落1cc白杏，批到嘅米絲係白杏。伊叫做苦杏啊，嗰時有個人伊會再過利嘅，伊會感覺用嗰種安尼試起來是把糊糊，其實試唔到出來，我哋攞落1cc的，佢白杏唔可以落多，我哋攞落是做提味安尼。難怪小明一邊啊，是下去黑人嘅米絲都出來，但係食得到嘅渣，唔能過利嘅唔係個搶什麼？因為伊個安用的粒還是那個細網，還是沒有辦法說濾得很乾淨。但係有嘅真係證明講唔能係天然的呀、蘇州的呀，唔係嗰種泡芙呢，嗰種泡芙呢都是唔到按到天然的渣的。但係就個睇口感嚟講，佢好似佢滑順啊，安尼講，唔係佢刺激嘅感覺哩。真是像唔講嘅，唔係佢甜嘅，唔好食甜嘅人也可以接受。好啦，我哋要研發新的口味。我哋要嘅紫色嘅叫做係黑米杏仁茶。其實我哋一開始係用紫米，不過紫米呢會有安尼紫米嘅香啊。可能我哋想到講，嗰種人其實對糯米消化唔係幾好。嗰時我哋都要改良做黑米，黑米都同我哋一般食飯嘅米同樣，都個好消化安尼。不過安尼嘅成本會唔會有差別啊？伊成本話係個貴些，係嘛？我嘅印象地都其實成本係個貴些，但係味道你
人下嘅食可以够健康、够舒服啦，唔会讲不舒服安尼感觉。唔能够特地讲法国多一些些嘅成分，好冇？啊，唔过条到安尼是，唔能咧除了条到讲嘅黑人来讲有男性跟白性嘛，啊唔能按用买去偷入嘅好嘅食材，佢一定有差别啦，够好嘅品质同够唔好嘅品质，唔能买过了一定还会重新偷过，错冇？其實我哋試過幾道黑人，因為我哋爸爸是用，因為台灣其實冇黑人，一定要用進口嘅，唔係同嘅老闆認識嘅杏仁豆冇共用，因為杏仁果乾嘅冇共用，冇共用嘅，冇共用，而家都我爸爸特別是用一個牌嘅，喺我哋想講，試看到嗰種牌，其實試起來，爸爸用嘅牌都試起來再不用黏米。黏米哦，伊個嘴巴喝到最後會有安尼是把黏米安尼。啊，我哋用其他牌子，試起來會夠辣一些。嗰時用啊安多牌話係，後來話係用過來爸爸睇用關係嘅牌嘅。啊，白線嘅話其實我哋未讀過幾多。後來攞一個機會攞多睇嘅中藥行嘅頭家。一路講我們有原豆，攞冇脫沫呀。可是那個自己脫沫，浸少水，而且個脫沫。然後我試到一個米絲唔可以搽，我哋去浸到嘅貿易商嘅源頭。嗰時我哋一次都用安尼下來。冇想到做一邊安尼黑人茶，佢底部嘅步驟還按到功夫呢，幾來還可以透過，還可以脫沫自家煮。哇，按有嘅功夫。觀眾朋友，注意哦，從一邊安尼黑人茶，大家睇實啲時間要減免哦，因為底部嘅步驟幾多、幾辛苦、幾麻煩嘅。不過小明今日除了有個黑人茶之外，怎麼嘅還會想到買其他嘅點心呢？休息一下，底部還有更多神奇嘅故事等等大家哦。前面說到嘅小明佢能夠用心充滿感情嘅黑人茶，不過佢帶到現場來呢，還有幾多好食嘅東西哦，一項一項同大家來紹介一下吧。小明，頭到說的安尼啱好食嘅黑人茶啦，更加行三下來去紹介乜嘅啊？看到還有幾多乾嘅，一一同我哋紹介一下好冇？最頭先咧嘅紫色嘅係我哋嘅黑米杏仁茶。頭到講嘅嚇。對，過來中間嘅係我哋薏仁杏仁茶。等下，嗰啲薏仁唔係我哋嘅黑人啊？薏仁杏仁。兩個落姜下。落姜下。再來喏。嗰層咩食叫做太奶。咁咩食嘅太師奶茶？跳到有個跳通咧嗬，怎麼嘅我有買有個冇姜用嘅喏？其實係我先生去個希望。一路泰國了幾來以後，都對太奶念念不忘。就想講去個煮。安尼來上個啦先，安尼有個太奶喺唔線上做嘅，也唔做嘅。兩個姜下，研究了還蠻久的。就從頭到黑人茶真正冇姜用，一批烘嚟到一個牛奶嘅嗰種煉乳嘅米絲，還有嗰種香料嘅講唔上來，嗰香嘅咧香料，但係佢同有個黑人茶有啲共用嘅部分，唔會過甜。我印象比不會泰式奶茶，佢大到買糖嘅感覺，比不會同羅唔是前嘅共用力，佢甜啲，唔能唔會呢。其實喺我哋去講唔好是甜。嗰時我哋都有去研究講，用嚟同嘅甜度降低。係可能我哋發現講，老擺改甜是因為伊落幾多餅乾，嗰時一天我仲要改甜，等到餅乾用係以後，那我嘅甜，那我講，那我唔會按甜。啱講我哋咁講，安尼伊嘅米絲其實就可以做係的。所以我哋都有研究講，用嚟同嘅甜度降低，對於頭啉到米攏共用嘅米湯唔會變安尼。有嘅嗰度係講，唔食得清甜，有時米好食下去之後就吃到個甜嘅米絲，冇食到個茶嘅米絲。但係唔能嘅量咧，係食下去，泰式奶茶佢有個嫩米啦，同個茶葉，尤其係茶嘅米絲，其實係幾清楚，食得多，唔會像存到個糖嘅甜味，真是幾好啉咧。等下我哋繼續來聽聽嚟，唔能講到入邊，買按度嘅。量嘅啦吼，唔能自家攏喺自家氣氛掌握來做嘛，錯冇？包括黑人茶，人下食到一個
黑饮茶同样个泰式奶茶，大家会唔会像条头讲的，会跳痛？我想讲，怎么会有麦芽这量都无相同的？袂啊，没袂啊。你讲其实你买传统的东西，伫本用会有一个跳通的一个泰式奶茶，其实都系切个好吃。因为都这个好吃，但系炸下来还有啲龟跳通的，买量的时候，人讲有一些点心来批嘛。一般来讲黑饮茶就前面人讲要批油条，唔能买点心的嘛嘅，我同大家小解一下。我哋后来有买五瓣，我哋嘅客家五瓣豚、客家饭馆。饭馆同嘅人哋五瓣，有啲点心都冇共用啊，所以人喺客家同你量嘅批下方咧，喺人哋自家冇上到嘅啊，怎么嘅會上到我嚟買呀客家嘅點心咯？其實頭擺，嘅下路一開始是阿公是講阿婆年紀過幼嘅，我幫我哋學。其實嘅下我睇，路一般路睇打下手安尼啦，路其實把阿婆睇做。後來有一擺路青日班嘅時節，嘅下我路睇我哋臉書社團分享講，我哋合作有一個具體配的東西，分享俾大家認知。後來路感覺講，回應還不錯的，嗰當然路講，上個試看咯，冇試過安尼面試，我想講，一種傳承係其實嘛唔會差，因為要學起來又可以分享給大家安尼。本人是都冇共用嘅，同老闆學過靠冇共用嘅面試安尼。嗰就講唔能自家分享係之後，大家嘅反應也幾好，唔就想講可以加熱啦，人哋都加啲點心安尼嚟賣，係安尼嘛？係啊。安尼人馬上嚟上看先，有個客家五瓣有人哋客家人嚟試都提供係唔係有阿婆嘅味道嘅，好嘛？人哋包裝有個係特別設計做有個五瓣嘅包裝嘛。因為今下等市集，還是今下始終只有市集為主嘛。市集現在都政府有推廣講，就是減塑，要環保。可是我哋都想講，用嘅唔係用塑膠袋嘅，我哋出去嘅時節用唔係用塑膠袋來包裝，安尼會過環保安尼。像我哋咧翻工，我哋今下咪用紙盒嘅，都用紙箱嘅紙盒嘅安尼啦。安尼也幾好啊！就像人哋平時咧食得共用，咁唔係講撞到安尼種嘅塑膠嘅樹葉唔可以撞到油，安尼嚟看下先，有個滾鹽呢，佢唔好出來。唔好出來。共用蛋糕有個紙，以前人哋係個乜嘅香蕉葉嘅，係咪？阿婆見到用香蕉葉有個用紙。今下都弄嘅啦，嘅烘焙紙，都那麼鹽安尼。味道係，一開批到，阿婆嘅味道出來。阿婆嘅味是。我哋都係用，因為五味其實有分時節。以台灣嘅五味都其實有太夾嘅，有果蔬嘅。因為伊產期嘅問題，嗰時變得兩片，我哋都會換來換去安尼。你看那片咧太出嘅時會用安尼。你看產期，唔怕小明繼續講，請學生繼續說。像我哋咧班車，班車都係用糯米。囤菜來米，因為我喺純糯米嘅話，會像糍粑安尼太硬。嗰時候一定要落菜來米，菜來米係做嘅我哋班咧，如果講硬長，嗰時候都兩個落強下，那麼有安尼口感。種底部料嘅都有豬肉、豬肉、油蔥、蝦米、香菇安尼，都最傳統嘅內餡啦。觀眾朋友，唔看我識得安尼都提供有一好食的，完全唔想要繼續聊講下伊嘅，真是唔過唔講喺按度，佢底部牙最明顯、佢最好食嘅部分都係人哋油蔥，真是佢係靈魂，人一天係自家炸嘅蔥嘛，老闆人家自家可能去買嘅都會有嘅人講豬油嘅面試可能有冇影響，但係一試下一路提供，又佢一定自家做嘅，哇，真是冇簡單嘅。但唔能去做一個五瓣，唔能為自家去切一個蟲嘅剪蟲嘅去炸嘛，唔能花一嚿去做一個五瓣嘅準備啊。其實咱炒料嘅就要做幾年的。幾年的哦。係啊。其實我將我哋都走成頭去買溫體豬，買好嘅過來，唔係豬肉要做油蔥，將油蔥都最麻煩都會剪蔥頭，要洗。頭擺路，因為一開始其實我哋係用炸好嘅，唔過發現講，其實蘋果嘢會有豬油嘅味是，有班人媽媽識到都講，伊頭擺睇買麵咧，來生人哋見咧唔曉得用安尼好嘅油蔥酥，叫人用片咧，安尼使佢會有豬油嘅，嗰陣媽媽要重新教我做油蔥酥安尼。
难怪我发现到讲，咱客家妈妈啦、阿婆啦，吼传统上来讲，今日一天要做一件事情都会炸油葱酥。那发现讲，咱客家父母一天吼要结婚之前，一定要学会一类事情都会炸油葱酥，会没安尼啊？但是真是适方咧，就有一个差别呢。学的依旧，因为我底下讲，哎呀，放过嗰度要做一个油葱酥诶，今日学的规矩真可以把握到一个温度啦，吼，用办某个时间爱放咧。炸太多，炸太久，佢都會出火啦。冇炸到，嘅容易又唔會出來。好嘅，依舊真可以把握到地步嘅時間啊。其實好嘅唔會少時間。哦，錯嘛吼，冇簡單，係咪？這個好嘅之後，媽媽今日某個時間本講，肯定講，有個有學到嘅。如將炒料誒，如阿婆也。如阿婆，真的阿婆其實伊都講 OK， 係啦 OK。油葱酥如媽媽教誒，如媽媽伊其實伊會看頓安尼。係啊。有辦係因為阿婆關係，人反講咯，也係阿婆教嘅嘛，係有另外有種皮教嘅。姑姑，有姑姑啊。反講係如後來人有10年開始做誒。係啊。係乜嘅原因？係講也係。姑姑有好多一個，其實講有得賣，好一下可以加一啲品相，也係講有其他原因。如多學一樣就是增加一啲機會啊，順勢手機本大家講，除了有辦之外，我哋客家還有一啲飯館佢貼配幾好食嘅。姑姑做有乜嘅冇共用冇？其實我哋如卡如果從炒料嘅，其實看起來幾簡單。但頭擺攏阿婆睇炒嘅時陣，我攏感覺其實還好啊，冇乜嘅啊，自家炒成日啲講，佢冇炒，佢麻煩。是的，直接簡單。係。安尼人馬上就來送看下先。姑姑種嘅米湯同阿婆種嘅原來就係冇共用，頭下安尼配方咧係共用嘅。係。做乜嘅共用？有嘅油葱嘅米絲。呢度油葱做緊人客家嘅料理，有冇唔錯？其實我哋我感覺我哋個客人嗰種，以最基本的豬肉、油葱、蝦米香，也適合。係啊，去變無共用嘅產品出來，安尼。應該講人哋客人幾厲害，某個料理都人哋咧廚房哦，只要加上油葱、加上豬肉，再加一些調油，某個攏幾好食。就真是的，像一個，但是都係個料係同個到到有辦嘅清相像，但係你加上一個糯米有。個海鮮的米湯，你就冇嘛相同嘅呢。雖然講適方嚟講係幾強啦，冇唔錯，但係佢炒飯點去料條啊？幾好食呢！做一個飯館嚟講，同個有辦兩隻比較高方嚟，哪做一個飛工啊？有辦，因為有辦有愛削有嘅，係啊，有嘅有削啊削皮，有愛削的有愛去做飯菜，有愛雞啊，同個水結喺度去，係有愛糯有愛煮有種熟菜，那麼釀。真是功夫幾多，但係呢，有個飯館冇安尼，都可能能談講啊，有個飯館已經幾好食咧，然後又加上一個限定版嘅示範，什麼有演章式得到嘅，起碼嘅人同我講一下，想看談一下。鹽酸絲，哇，按傳統嘅料理哦，鹽酸絲加飯館哦，係，哦，做乜嘅會想到用一個方式啊？其實佢下一般落擺攏看到人落小黃瓜、白蘿蔔、無如安尼櫻花蝦。嗰陣想講，有一擺如其實我哋擺市集嘅時節，一路講要有限定料理。如講冇種人冇共用嘅東西，後來先生就講，唔定唔係有個鹽酸絲嘛，落擺買唔到嘅，同跟你醃小黃瓜。係啊，可能我哋都想講，醃小黃瓜落擺有。其實一般都食得到，那鹽酸絲食唔到安尼。想講就同大家分享講，我哋其實慢慢唔就是有安尼無共用嘅鹽酸絲，係本他間人食看到安尼。嗰時候講能更加嘅批一個鹽酸絲係睇實習嘅時候，這樣食得到嘛？一定要有實習。我們會公告啦，就是冇。因為成本嗰個，而家冬天會可能會過油，因為夏天酸係太貴。哦，真是嘅，真是太貴。我都想講，奇怪，按牛講到根本人都冇食到，哇，真冇菜呢！哇，觀眾朋友，你看按好食嘅料理，有嘅時節啦，然後有啲鹽分，這樣食得到可以貼配的喲。
也因为安尼，小明今日过用心、过用的感情，过说今日的料理、今日的感情，说方来呀，真是大蛮好吃呢。摊开除了好吃之外，其实啦，今日底部还有几多感动的故事哦。休息一下，很用版的感动，我哋一一同大家来分享哦。前面呢是在按到好吃的东西，但是呢，我们的故事含前糖色的哦。糖讲啊，小明今日在一个过程之中发生了几多本人印象几深的事情，到底係乜嘅事情呢？繼續嚟請教一下小明咯。小明，前面有講到，能作為按到好吃的料理，其實有經過幾多嘅過程嘛？睇下創業嘅過程之中，我想提咧，想係問咧，係唔哋咧品牌一個牌嘅名，用按貼片哦。金絲梯佢同自家有本身有乜嘅關係？怎麼個用一個名嘅？哦，我哋一開始其實那麼很認查時，我哋沒很多金絲梯。係，後來因為後來有做5班嘅時間，有140幾嘅時間都讀到一個旅行社嘅前輩啦。其實佢對歷史佢有研究。後來佢都講，佢同我講一句，都講，唔係慢慢出來嘅，而5班要睇慢慢學嘅。俺又唔係用唔定金絲梯嘅名嘅下去做，俺定貨房嘅地方，如唔定咧做些案例可以出得3個公式。應該有本他嘅人了解講，唔定金絲梯係一個暗號嘅地方。我想定那位按一個名嘅金絲梯先能查。其實也講嘅唔錯噶，就係講唔買嘅東西，其實唔看5班同樣嘅飯館，其實都係我哋傳統嘅客家嘅味道，也有阿婆嘅精神嘅感情同地位。其實叫下一個名嘅，真是有一連串嘅故事講下來，本人幾感動咧，因為有我哋這個傳統嘅印象聽我哋一批啦，可能下一批有某一天會有一個印象，就識到一個味道嘅時間，記錄一個畫面出來嘅，錯冇？我哋按一個名嘅時間，用一個金絲梯彈講味道，按一個名嘅，含到啲祖先祖公嘅祖宗地位去同祖先報告係咪？係啊，因為金絲梯其實係因祖先傳下來嘅，因為講，伊祖先安利開，我用唔定嘅名嘅，唔可以凊彩用。嗰時候唔定答應以後，咱可以用。嗰時我要去創業，去推得講，我要跌高嘅。按慎重哦，跌高嘅咧，跌了1多擺啊？3擺都全部都順高。哇！係啊，因為我推廣講，我係唔定咧子孫滿意，係我做埋想要用金絲梯一個名嘅。如聽嘅都講本他嘅人哋5班都要出來嘅，因為嗰時候人哋其實嗰種人都啲嘅劉氏宗祠、半月祠，其實嗰時候人哋嘅金絲梯一個地方，頭班是唐愛的咧裝批講、蜜蜂宮來台灣嘅時節，其實聽嘅都係金絲梯，係都係得壓嘅，冇嗰時候人哋想講既然按呢方都。多按一個名嘅，因為他講嘢講一個乜嘅東西，一天會悶，悶嘅時候都可以順勢介紹個我嘅5班對嚟嘅，我嘅祖先有留乜嘅歷史安尼下來。可能祖先會問我講唔怕啊，我哋咧客家嘅料理嗬，客家嘅精神、客家嘅文化，按好都加有一個方式推廣出去嘛，錯冇？我哋本身我哋留父嘅子孫唔是講一個名嘅都用，唔過唔用嘅一個名嘅之後，係唔係這個本身會有失敗嘅種講，也講壓力也好，也講堅持也好，係咪？有，其實壓力過大，因為咁我講，既然係同祖先，同祖先拜託講幫我用一個名嘅，迄陣時我講我做冇驚咧丟臉，係啊，嗰時都就是會一直去強迫自己去努力，係啊。當然也一個動力啦，吼，唔係講壓力，係一個動力，本這個可以好堅持，這個本身要做嘅事情，也顧好一個品質，本身也可以使得到，也就係我哋所謂傳統嘅傳統好味道，就本身這個一個動力。這個當時喺沙田講，我哋都去走事情嘛，能走嘅事情太可以範圍都睇難，都睇南部嘛，還有走去其他地方。一般都睇嘉義以南，係大部分都睇高雄屏東啦。
總個喺睇南部嗰度，喺冇想到講在去個遠一些嘅地方，係因為要照顧細年嘅嘛。哦，其實有想我哋要最緊多台中，因為我哋將我哋嘅東西攏事前準備嘅，將我哋飲料啦煮好，午飯飯館就可以喺度下做，我哋茶再唔到咁多啊。其實有想我一個人，唔過冇辦法，再唔到咁多東西上去。人參加一個實習下來啊，有哪啲會個特別嘅經驗啦，有一個鬼神奇嘅事情發生冇？其實我一擺唔管是菜市場嘅，還是市集，攏有讀到客人，係，我一定會讀到客人嘛。客人嚟嘅你阿姨啦、婆婆媽媽，實在都講，哎呀，真是你係一定特別完善嘅美食。錯噶，條到安尼是也係強樣嘅感覺啊，係啊。除了安尼，今日是都係客人有肯定之外，唔係客人嘅人客，今日是都有樣板嘅反應冇？其實我感覺講，對啲烏龜橋冇橋咯，因為烏龜橋伊嘅料係炒喺板車裡邊。變嚟講，伊食起來嘅美食都過淡，我哋食只安尼包喺底部嘅，如果食到有嘅香味團，料嘅美食都過強烈安尼。有真是要跟人客食到嘅，比如想到嘅條頓嘅、天頓嘅做實習嘅有冇？有，你話有，像有一個司機嘅有兩個阿姨，我都感覺佢厲害，因為看我哋睇奶，一定都會天頓嚟走。係啊，其實一陣妹妹有記憶，然後咪話咧，喺我哋睇高雄，一定喺睇高雄，我哋睇高雄一定看到，一定咪會看到我哋會廣告嘛，一定都會走去買，係話買唔會少。哇！你能睇做一個做實習嘅時候，能睇個準備嘅量嘅嗬，一年來講，唔會準備一多嘅量啊。其實我哋要看場次，我哋要看伊一個廠，伊個場次一台嘅，我哋會準備一多量安尼。其實我哋一般喺咱擺喺度，因為會顯示，因為伊個東西冇買，喺我哋都會出開都報廢都接下嚟啊。錯㗎。嗰陣我哋唔會天擺去嘅，我哋唔會種嗰度。家家都喺有人客看到，同我哋當我哋都會加做安尼。冇我哋都做少量嘅，伊真是愛買，我都講快些哦，因為我哋為了新鮮，嗰陣聽個人來買，因為市集差不多都2年安尼。係啊，因為我會安尼問係講，人哋咧有個東西，有個點心來講，一定要現創現實當年，邊個人當年去平常之後，啱好是嘅都一定會就係失敗口感啦，係講味道錯冇？係啊，嗰種講準備有個人選有個數量，又係花喺嗰度嘅精神嚟選嘅嗬。其實我哋會同人客講，唔係模式按價噶，我哋要做冷凍真空嘅。哎呦，係，像有煮栽培嘅，我哋會用冷凍真空嘅。不過我一天會同人講，食起來同現場現做食起來一天冇共用，因為邊個人都要熟過嘅啊。一皮食到一天冇共用。不過料嘅美食是唔會變啦，都當皮啦。係，還是要同人客講，冇人要咁我講，你用睇四季。食得同冷凍本來係咪冇共用，有偷工減料用食起來口感冇共用。嗰陣我哋一定會先同人客講。係啊。安尼小明，你喺某個時間發現到講可以去做一個冷凍做栽培服務啊？其實我哋有之前有人客答，你冇人講可以栽培冇？可能想講嘅午飯，伊冰就是愛冰嘅話，愛冰冷凍，冷藏冇辦法，冷藏到差唔多3日，按幾多嘅差唔多快嘅。冷凍最方便咧，你最衛生咧，都會用真空嘅。係啊，嗰時我哋都那會有想到講用冷凍真空包一個東西。哦，安尼呢有特別味道有個冷凍真空嘅栽培服務，伊調整講唔能地杯料理啦吼，又係講辦咧，又係會做飯嘛？唔係，都共用。係。哦，安尼我也聽講講唔能也差咪有去除了實習，有做啲4種嘅去擺檔，算係固定嘅擺檔嘅。樣板會想到講鹽對鹽本冇固定嘅，就試看下先有固定嘅有個擺檔嘅咯。因為家下都暑假期間啦，其實應該講對4月清明過後到一直到中秋一段時間過會落雨。市集嘅話是只路料會寬好嘅，伊可能一下就是能落大雨，落個都東西出過都跳開打，都感覺講會冇菜。係啊，後來頭先無像伊菜市場嘅事，你講冇一個東西人教咁會介意，午飯有個東西咁會喜歡安尼。後來想講，試嚟講唔會差，
嗰度因為平路嗰度沒有嗰度客人嘅婆婆媽媽嘛，伊都說石頭講呀，我哋買唔到，要頭排米時的買唔到，嗰時都咁嘛講我的客人就是還蠻喜歡我的東西。真懷念見人食到啊，都見人愛面。所以我有如安尼擺下來安尼想法。就是些同白搭咩吼，其實形式上冇一樣，反應也冇一樣。你這個白搭咩之後，你感覺兩者最大嘅差別係乜嘢呢？應該講客群不一樣，伊買嘅東西咩冇共樣，像市集都量嘅為主。按估菜市場嘅可能都500。安尼，小明，既然吼，而家已經變化到按溫天按好嘅嘛，那還有市民哦，未來還有兩辦嘅規劃嘛？像我哋未來，我哋都其實我哋一直有想要研發新的產品，因為人手不足，所以嗰陣我們研發的速度會更慢一些。未來我哋其實有喺考慮要研發粉紅色杏仁茶。粉紅色，水紅色的嘛嘅啊？杏仁茶杏仁茶。而家嘅原料係加係嘛嘅？可能會季節限定，你可能會草莓，有紅龍果。對，加上無共樣色神，其他味道也會無共樣。你其實有試過杏仁茶除了加上水果之外，像我感覺講嘅紫色除了嘅味之外，加個烏係冇？有。有買冇？見家你冇看到呢？其實之前買都唔會搽呢，因為後來。應該講烏味其實不好保存，伊佢會出售，因為伊除非講煎糖而煎得過甜，今仔日都冇食按甜嘛，試過過度擺都我哋都同人客講，芋頭杏仁茶擼半糖，其實嘛係過甜啦，我哋講唔好食甜嘅，我哋擼咁啊過甜，喺冇煎糖嘅話，烏味佢叫擼出售嘅，後來不好保存啊，除非有人打。之前都變得講，後來都有人打啊，定人會做安尼，後來又講話幾麻煩，嗰時都冇再做安尼。哇哦，觀眾朋友，今日啊，真是小明帶來嗰度好食的，也係傳統嘅客家好味道，也因為小明呢帶來嗰度親感動也親好嘅故事。本來講話，其實我哋客家嘅料理裏邊還有幾多嘅可能性哦。大家假使講想要上看下先，我哋客家嘅好味道，有閒嘅時間可以請下小明，上看下先，我哋客家嘅舞伴同飯館哦。今日啊，再一次感謝小明帶來按感動嘅故事，同按好食嘅料理哦，多謝。多謝主持人，多謝大家分享大家喺呢擺攏喺市集，無路來菜市場來請來的。是的，好食的客家料理之後，共用聽聽欣賞來運動一下吧。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，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，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。